鉸剪有，烏龍茶有，豉油有，架撐齊，非常好。嗱，要揀一張真正優質、性價比高嘅梳化咧，真係唔係靠彩數嘅。今日我哋就嚟到梳化店嘅門市，實地示範一下點樣揀。Let's go！嗱，如果遇上梳化黑星，即係例如寵物啊、小朋友啊呢啲咧，戶主揀梳化就要特別留意啦。因為啲主子咧就好中意係咁拗係咁拗，咁啲梳化咧就會花啦，跟住爆線啦，跟住起毛粒啦，就好唔耐用嘅。咁但係芝曼尼嘅升級功能布同埋皇牌功能布咧，就有耐磨、耐爪、耐刮嘅功能，非常耐用。咁但係講就冇用嘅。咁我而家坐緊呢一張咧就係升級功能布。咁我帶一把鉸剪嚟，我哋實地示範一下，睇下係咪真係咁掂。嗱，張紙咧就爛晒啦。咁但係咧，梳化少少花痕都見唔到。嗱，一張梳化除咗耐刮之外咧，防污都好重要嘅。今日我哋測試嗰兩款功能布咧都有3防功能，分別就係防水、防污、防油。呢啲功能咧都通過咗國際機構嘅測試，有第三方嘅專業權威認證。布套仲可以隨時更換，特別適合啲有寵物或者小朋友嘅家庭。嗱，咁我哋帶咗支烏龍茶啦，我哋就模擬一下，我哋倒瀉咗茶，咁去到咗梳化度會點啦？咁你見到咧，佢完全冇滲落去嘅，只要我哋用紙巾一印咧，基本上就冇晒噶啦。嗱，烏龍茶試完啦，跟住就到重頭戲啦，豉油。咁你見到咧，完全滲唔到落去噶，咁我等佢滲落去。咁然後咧，我用普通濕紙巾抹，基本上咧，你見到即刻咧就抹得起啦。有養貓貓狗狗嘅主人都知道，布梳化咧就最容易黐滿晒寵物嘅毛髮噶啦，要清理咧都真係幾麻煩。咁呢兩款功能布咧都通過咗防靜電測試，即係可以減少靜電荷，減低寵物毛髮同埋布料之間嘅吸引力，咁就唔會黐到周圍都係毛啦。唔止喎，呢兩款功能布仲可以整成唔同款式嘅寵物床，適合翻唔同寵物嘅需要。嗱，咁呢堆寵物毛髮咧，你見喺梳化上邊啦，咁我哋咧拎走佢，其實好容易，佢唔會好黐梳化。嗱，一張梳化咧係裝修設計裏邊好重要嘅元素嚟嘅。如果可以度身訂造嘅話咧，就可以最符合到我哋嗰個空間設計啦。而芝曼尼嘅專業訂造服務咧就非常之細心啦，佢可以俾用戶自由咁樣去更改家私嘅闊度啦、深度啦、高度啦、軟硬度啦。連個梳化腳咧都可以按用戶嘅需求咧去調節嘅，真正做到呢一個嘅度身訂造啊！如果想得閒轉下個碌，梳化布套都可以更換嘅，有好多唔同款嘅顏色可以揀，非常之有彈性。嗱，我哋一開始咪話要揀一張高性價比嘅梳化嘅，咁先講質素先啦。頭先嘅測試咧，大家都見到噶啦。而芝曼尼咧，你都一定聽過，佢係一個好有信譽嘅知名梳化品牌，喺香港有25年嘅歷史。咁你話啦，喂，大品牌咁梗係貴啦。嗱，睇下呢一張2座位嘅功能布梳化，佢而家都係賣緊4000頭啫。而我喺啲大型嘅家私品牌嗰度去睇翻一啲聲稱有類似功能嘅梳化咧，都賣緊5000幾。咁所以咧，相比之下，芝曼尼嘅性價比唔使我講，你都識揀啦。嗱，最後啦，買梳化咧一定唔可以淨係貪平，因為梳化咧你唔會想1-2年就換㗎，因為咁樣換法咧，你計算埋嗰個嘅送貨費用啦，更換舊梳化，將舊個梳化抌咗去個費用啦，收貨嗰個時間啦，個總成本一定會更高啊！所以你一定要揀一啲有質素保證嘅品牌。芝曼尼咧仲有免運費啦、10年保養啦，同埋專業售後服務，咁就更加安心啦。